后来，过来这件是日头光擦目，影响到驾驶人的视线，结果是出车祸了。这个警方特别来提醒，热天开车的时阵，上好来挂这个太阳目镜，嘛要使用遮阳棒，唔通互日头将做交通的杀手。 日头正夜夜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，有一位驾驶伫路边好好开车，无想到讲经过十字路口，日头实在是太美了，擦目，所以无看到伊正边有一个骑机车的人，两台车绝相撞，骑机车的人并一连了后倒伫涂骹，挡风玻璃嘛逼甲亲像蜘蛛网共款。这个车祸上大的原因就是限光效应。那我们分局的辖区近期也有发生2件的交通事故，都是下午5到6点的时候，因为强烈的日照眩光效应，导致驾驶人没有看到前方的来车造成的。遮阳板有效啊，因为起码可以保护眼睛，不会就是直接强光照射啊。过去就发生过足侪摆，可能拢是因为日头真美，擦目影响到行车视线，所以才会发生车祸。热天到啊，日头真强，警方特别提醒讲，开车的时阵会记得看状况挂乌人目镜，也是使用遮阳棒。经过路口的时阵，速度放较慢的，莫互日头变成是交通事故的杀手。